在大東山珠寶第3代設計師徐英奇的冊頂，這屆展出的作品有創辦人呂鴻貴師以及第2代呂明儉，加上第3代徐英奇的藝術認定。6號上午在南區公所藝術空間舉行開幕式，現場邀請到多位的貴賓、藝文界的老師，加上民意代表共同出席，場面盛大。我其實去年我要畢業的門檻，其實所有的展覽都過了，但是我一直覺得這樣好像不行，我一定要把飲水思源這一場做，才能畢業，因為我覺得我好像我的根在哪裡？我覺得畢業不是學歷，我覺得是一個責任，還有一個我對我自己的價值觀的傳承。我覺得我需要從我的阿嬤那裡開始。南區區長蕭秀華表示，這屆難得邀請到大東山珠寶3代的認定，不但相當難得，而且一寡作品還佫融入了珠寶的礦石，為家族帶來共同的記憶、傳承、加的創新。過去幾年來，我們也辦過無數的一個策展。那今天可以說是非常特別的，我覺得有3個第一啊哈。第一個，從來沒有，過去以往都是一些師生的一個聯合策展跟畫展。那這一次完全不同，是以飲水思源作為一個非常有意義的3代的一個家族的一個策展。那我們今天的畫作最遠還有來自美國的一個書畫。好，那我一直跟徐社長講說，真的非常的不簡單哈，我們真的在南區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情形。第2個不一樣的，過去以往不管是書法的畫作，或者是說一些彩繪啦，或者是說不一樣很多種，但是從沒有把珠寶的元素融入到畫作裡面，這是完全不一樣。這屆展覽有冊頂人對着外媽家族的文化溯源甲的傳承，嘛有第2代將工藝甲的市場經驗轉化為書法、字畫的創作，以及第3代融入了延寬潑墨的藝術，展現作者內心的世界甲的思維。目前這場展覽將展到7月30日，歡迎對藝術有興趣的民眾會用來做伙行入區公所，欣賞這場跨世代的藝術饗宴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